你，感谢你，宝贵耶稣。我的主，我感谢你，逐日陪伴伫我身边，比伤心一你安慰。我的主，你拢看见，你的疼。无人通比，每一日你拢做伴，感谢你是路阮地，因怎我勇敢向前。我感谢你，感谢你，宝贵耶稣。
做伙来敬拜，咱毋是干那纪念主耶稣的受苦，最重要就是咱要甲主耶稣同领受，搁我的欢喜甲快乐。主我哪来到你是阮宝座前，向你献上我感谢。你为着我的罪，定是伫世界流出你宝血。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在地羔羊王，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在宝座上，尊贵荣耀，我能力敬拜旁人。所尊贵荣耀万岁，都归给你的羔羊名。坐在宝座上，圣洁永恒，我能力敬拜你。在地羔羊王，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在宝座上，尊贵荣耀，我能力敬拜你。所尊贵荣耀万岁，都归给你是羔羊名。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主耶稣对永远到永远，你是我的主。Lord God, on the Sabbath, Jesus rested. He was in the grave. He had finished his work. To most people's eyes, it looked as if it were all over. He was dead and buried. But only as a seed dies when it is planted in the earth, not to decay, but to spring to new life. Teach us to take refuge in you when we are afraid. Teach us that death is not our end. Teach us to hope always in you
and in the resurrection, the making of all things new.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 阿门。咱的纪念受难周，不是干那纪念受苦，是纪念耶稣的疼。伫纪念受难周的时，最重要就是仰望享受国我的神，也将这个国我享受予咱。亲爱兄弟姊妹，会记得主耶稣讲：“国我在你我，生命也在你我。”这毋是干那咧讲灵魂的国我，也是伫绝望中间重新得到盼望，伫黑暗中间看见光明，伫失败中间找到道路。咱拢捌拄着困难，咱检查拢捌拄着毋知要怎样，但是咱的主耶稣讲，我知，因为我捌受苦，问我的上帝讲：“爸啊，你啥事离开我？”所听呀，这咱的主耶稣知，所以受难周就是咱纪念，受难周也是咱的陪伴咱家己的灵魂、情绪、意志力，咱的对咱内心迄个常常忧伤软正的人讲，毋免惊，因为主耶稣伊知。我的需要，明仔载就是国我节，咱就为咱家己祈祷，求迄个互主耶稣基督国我的神来充满伫咱每一个人，咱的生命中，通互咱对死国我、对绝望到仰望、对黑暗到光明。受难周的最后暗暝，就是安静听候，恳求圣神伫暗暝来临的时，甲咱闪开迄个缀伫咱心头迄个大石头。咱若有拄着重担，就记得主耶稣讲：“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通来就近我。”所听的这就相信，咱当将手放伫你的心头，将这个大石头，这个沉重，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甲主耶稣讲：“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透放我；主啊，求你互我甲你同过我。伫你的国临到的时，求你来纪念我。”让平安入我心。
我必须回城里，告诉其他人。一起来吧。夫人，你为什么哭？你在找谁？先生，你若把他移走了，请告诉我安放的地方，让我去取他。玛利亚，拉伯尼，不要摸我，因我还没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到我弟兄那里，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即你们的父，见我的神，即你们的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祝福的日子，伊毋是指灵魂会搁活那定，伊是讲伫今生今世，咱要活伫主耶稣搁活的权能的内底。所以听这咱甲耶稣讲，耶稣我需要你。若有你伫我的生命中，主耶稣，若有你伫我的生命中，我的生命就要无同款。无论咱拄着什么种的情景，无论咱拄着什么种的情景，就记得主耶稣一句话讲：愿恁平安。主啊，求你纪念阮，上帝独生囝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
就记得主耶稣甲咱讲这句话：愿你平安。拄则这个影片，巴蝶来玛利亚是头一个看见耶稣国话的人。记载伫约翰福音第20章，这个经文拢记载伫约翰福音20章。耶稣对外面入来。惊吓的学生看到伊对壁冲过来，耶稣甲因讲：“愿恁平安。”约翰讲：“所有的门徒就欢喜。”后来耶稣甲因讲：“恁也受圣神。”各位主耶稣就按因分一口气。主耶稣将圣神伫迄日就赏赐予伊的学生。明仔载是过偌济，咱要做伙庆祝。咱应该首先就领受圣神，所听兄弟姊妹伫今仔夜暗，奉耶稣的名，咱恳求伊搁一摆将圣神赏赐予咱。搁我就是将天口变作欢喜，搁我就是黑暗变作光明，搁我就是死亡绝望。得到噩梦。当咱甲主耶稣讲阿们的时，迄个意思就是，主耶稣求你怜悯我，因为你已经救我。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主啊，你的国临到的时，求你纪念我。有欠过的人就对主来领受，有累积的人就求主扶持。God sent His Son. They called Him Jesus. He came to love, heal and forgive. He lived and died to buy my pardon. An empty grave is there.
知所有的经文写的，所定遐这，帮助咱伫明仔载礼拜，得到上帝话的祝福。愿伫天日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传日的市，着叫阮脱离了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愿各位主耶稣，将伊的救恩、甲伊的慈爱，赏赐予咱每一个人，直到一生的落尾。咱的礼拜堂即个十字架，伊的名叫做达米昂十字架，圣达米昂即个十字架，1000几年前，就是圣法兰西斯，伊对一间荒废的礼拜堂，将即个十字架重新吊起来。圣达米昂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嘛是太祖因礼拜堂内底上主要的十字架。我真爱这个十字架，伊会当帮助人，当咱主捌看耶稣的时，会当知影耶稣伊听咱到遮认真。所以，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十字架。最重要就是耶稣踮伫咱的心内，耶稣听恁平安。青年聚会连线乐队了，恁才帮忙甲十字架